即生的天父上帝，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有你韩国来，阮的兄弟姊妹，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祝福。虽然伫语言上阮有困难，但是愿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吼今仔日的礼拜是人用心神甲圣神同齐结连的礼拜。愿恳求上帝，你通过今仔日的敬拜赞美，以及韩国教会青年所带来的娱乐甲默剧，求天父上帝施恩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超越距离，超越语言。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圣神甲阮三甲伫地，祈祷我家所性命，阿门。咱安静心，咱搁2分钟，咱就要开始做礼拜吼。
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完阿爸天父，阮感谢你，再一摆带领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安静阮的心，献出阮的心。主啊，恳求你信心来带领着阮，互阮每一个人带着较无的心，来较无你的信心，再一摆引出伫阮头前的路站。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将阮今仔日的宣传的礼拜行程，拢仰望你主耶稣阿爸天父你的手中，恳求信心你来带领。愿献上阮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敬拜，从早晨到夜晚。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的声音。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的心意。我们一天24小时都需要神的带领。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是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紧紧跟随你。承受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胜的生命，因为我们若没有神，我们一生又到哪里去呢？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越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越夸口，因为神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会成为我们的依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
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感谢主，伊的名值得咱学乐。主啊，你知影阮的软弱，恳求你用你的信心的大能来坚固阮。我们一起来唱《呼求你的怜悯》。主啊，我们时常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更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主啊，我们全心的依靠你，我们全心的仰望你。我们也恳求你怜悯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再软弱，不再孤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用你的慈爱我们。主啊，恳求你再一次的将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
拯救。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感谢天父，听咱的祈祷，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的水流，我们进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在这地。我们一起来唱圣灵的江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进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进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只有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亲密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自由地运行在这地，我心渴慕你，我灵渴慕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三甲来吟圣诗169首，主耶和华至尊至大，请起立吟全首。咱三甲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先知投胎，对大使女玛利亚出世，伊本州必倒人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雷母。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共的教会，
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三个来启业。启应文22篇。启应文22篇，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伊若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真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互你活到少年，亲像鹰鸟。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离开咱也是较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也有我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因为伊知咱的体质，少年咱是土粉，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伊的情况亲像山林的花。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话的，伊的约的。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有大官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才会做伊的车使，行伊所欢喜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名位，拢着学了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三甲过来念圣诗348首。圣诗384首，我踮伫主的疼痛，请咱热咧斟全首。
甲来祈祷。感谢上帝的保守甲带领，伫过去的一年，上帝常常甲我同在。伫新年头旧年尾，阮用喙讲出呵乐甲感谢。伫阮的生命中，阮知影你疼阮，阮也要伫一生中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也互我怎样做出有意义的事。无惊上帝教示毋通行的歹，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学生。伫生活中会拄着健康病痛、欢喜悲伤、成就失败，你是阮也要感谢上帝。伫好的顶面感谢，伫歹的事用祈祷牵调咱的主上帝。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阿门。赞美请公圣教会。
这是咱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8章1节到5节，诗篇8章1节到5节。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简单，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婴仔甲食冷的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德甲保安的点点。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排列的日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年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管顾伊，你互伊比天使女仔较输，搁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冕旒。搁看一位旧约哥林多后书13节。啊？以为所。实个牧师写毋着即个周报顶悬的经文，咱来看以弗所书第3章15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安尼讲：因为安尼，我跪落伫天父上帝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下拢总会加对伊的名号来号名。求伊伫伊的荣光的赋予，对伊的圣神用权能，互恁的心内勇敬，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伫地基伫真爱。18节，才会通拢总的圣徒晓悟即个长阔关深的疼，就是也知基督的疼。是超过、搬过，伫人所未通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会行做搬过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内面圣神的权能，愿伊的教会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归荣光伫伊到万世代无煞。阿门。所以，弟姊妹，今仔日咱真特别的礼拜，就是两间教会用无同款的语言，韩国的光圣教会牧师甲咱伫台中的牧师娘、宋牧师娘因做伙来伫咱中间。其实咱用3种的语言，宋牧师娘只会听中文，咱的教会是用台语，韩国的牧师是用华语。所以就亲像咱拄则咧看即个影片。即个毋是影片，就是即个默剧。我毋知恁感觉迄出片咧讲啥物。我对卡车片咧看无介清楚。恁对头前咧看，但是我咧用，因为表达耶稣基督，伊将伊的疼拍垮，一个破碎的疼、破碎的爱，来甲人分享。基督徒的疼，亲像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伊是一粒那定，但是若落伫土里。伊就要结出死，佮结出最最果子。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这青年所唱的第一条圣歌、圣诗，迄个献诗的诗歌，恁敢听有伊讲的歌词？每一秒钟，伊讲每一秒都要幸福。为着咱的教会，下礼拜因遮用心用学华语唱出每一秒钟都幸福的这种的娱乐的诗歌。
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有时是超越语言。虽然咱听，但是咱无一定会明白；咱看，咱无一定会了解。但是若有圣神的帮助，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足要紧的，对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拢宝贝的。我要甲咱讲，你甲你的身边讲，耶稣听你好不好？甲你身边的人，跟你身边的人说，耶稣爱你。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阮的教会要用阮的心神来敬拜你。阮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语言，有人讲英语，有人讲台语，有人讲华语，嘛有人讲韩国话。主，阮伫你的面前，阮要用天国的语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语言。主耶稣，你的语言就是一个听的语言，就是一个道成肉体的语言，拍破家己。用家己所有一切的能力，为着要互人通得到福音甲听的好处。愿你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种的语言放伫阮的中间，互听的人的生命得到觉醒。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的圣神将这个宝贝的听，真正是灌压伫阮的心内，因为阮深深明白，你的听要改变阮的一生。阮安尼确信，我嘛安尼恳求。主啊，求你将这个听放伫阮的囡仔，放伫阮的四大人、囡仔拢得着。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所听的姊妹，今仔日我要用大笔的诗篇第8篇，诗篇第8篇来甲咱读一个字。这个字伫两种的圣经环境内底无共款。伫拄则恁所看到的投影片是白话字的圣经，恁看袂到这个字。因为这个字伫翻译的中间无翻译出来，伊的字叫做竟然。你若读中文的圣经，伊内底都有讲到，上帝啊，你较遮尔听我。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写伫大卫伊的日常的生活。大卫是一个顾养的囡仔，像咱讲咱是土地人。大卫伊的职业就是若到春天、到热天，伊就将伊四大人老爸的羊群带去到这个旷野山坪的所在，伫遐食青翠的草坡，伫迄个所在来养饲迄个羊啊。古早2000年前，大约是3000年前，3年前的时代无迄个电报条，嘛无迄个电火，所以囡若出去到外面，除了迄个萤火，伊点起来煮饭迄个萤火以外，伊看袂到人造的光。所以，逐日伊生活伫一个足自然的环境的内底，咱会当想象，咱若是伫一个旷野无电火，伫暗时咱会看到天顶的星，代表就是安尼。伊逐工看这个星，逐工看这个星，所以就写了代表这个诗篇第8篇。伊讲：我夜捌看你的手所做的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我忽然感觉家己很渺小，我忽然感觉，伫这个天地中间，我是一个足渺小、足平凡的人。但是我忽然心内有一个感觉，我感觉主你真听我。所以代表伫个所在讲，人的囝算做什么？世间人的囝算做什么？你竟然这个字，兄弟姊妹，有时咱咧读圣经，咱咧读到无共款的声音。就亲像无共款的言语的翻译，有的有翻译出来，有的无翻译出来。但是若要照今仔日这个白话字的圣经，伊无翻译这个竟然。但是伫好本的圣经中间，伊有讲到竟然，伊嘛无写两字，伊只有写一个竟。兄弟姊妹，上帝的话有时会互人家稳重，迄个保养的过程顶悬，为着伊的习惯无讲出来。但是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上帝听你。咱伫咱的教会礼拜平安礼中间，咱拢会唱一条歌，耶稣听你。有真侪人客来了，都拢甲我反映讲，牧师，我真爱恁伫平安礼时唱这条耶稣听你。兄弟姊妹，当咱互相讲耶稣听你的时，这毋是一句廉价的、空洞的请安。兄弟姊妹。当咱咧讲耶稣听你的时阵，毋是一个真空洞甲抽象，甲你身边甲你的亲人讲耶稣听你。兄弟姊妹，咱来相信，
当咱甲人讲耶稣听你的事，耶稣的听就要运行伫咱的生命中，你相信吗？愿今仔日个礼拜，圣神将这个声甲你讲，你是上帝宝贝的囝子，天父听你，你相信吗？亲爱兄弟，咱是上帝所听宝贝的囝子，今仔日圣神甲咱讲，你是上帝所听的囝子，兄弟，不要怀疑，这份的听要改变你。我用代笔的故事，甲咱讲起这个故事中间上重这个竟然这两字。其实竟然这两字背后有一种智慧是无翻译出来，伊叫做觉醒啊、觉醒。当咱看到大自然的时阵，咱看到天顶日过星辰，咱有一种的想法，英语叫做 consciousness， 就是一个忽然有一种的智慧、一种的观念。上帝将这种的 idea， 将这种的理念放伫咱的心内，你忽然就发现讲，哇！上帝该遮尔听我。一个无心的人听袂到上帝的声，一个无敬畏上帝的人就无法度感受到上帝的听。毋是安尼讲，就算做咱无心，上帝嘛听咱。所以今仔日个礼拜，愿咱今仔日个礼拜是一种的领受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无空空离开一间礼拜堂，咱拍开咱的心门，咱甲上帝讲：求你的圣神拍开我的目睭，拍开我的耳孔，拍开我的心门，互我知影你竟然在这里。上帝，你竟然伫这个所在。上帝，你竟然听我。我遮尔含慢，我遮尔贫惰，我遮尔无好，我遮尔有限。但是啊，上帝你竟然遮尔听我，所听的姊妹，被爱的感觉很重要，对不？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查甫人感觉爱情真甘甜，查某人感觉爱情会当有一个生命的当伴。囡仔出世，你免甲伊教，伊就知影啥物人听伊，对不？听伊的人若按伊伸手。你就发现你个囡仔按啥物人走？咱规定人按圣云安尼甲拍开双手，你就看到圣云拢走去啥物人迄个所在啊？所听的姊妹听毋是语言，听是一种的关系，听嘛是一种的生命。你若了解心理学，甲了解人无幸福的原因，你就知影人都渴慕被爱，人都渴慕被爱，这个听不是干那爱情，这个听是一种上帝圣神的工作，伊运行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个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当常常话手伫你家己的心内，你讲主啊，求你的听踮伫我的内底，丰富我的生命，互我无孤单，互我无受伤，医治我。互我的生命因为听，我就大大有健康的快乐。我的心神健康，我的灵魂健康，我的意志健康，我的情绪健康，我甲人的关系就得到医治。以前伤害我的人，我无搁再计较，我赦免伊，我宽容伊。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将这种的觉醒，神，你竟然爱我。咱卖甲伊加一个问号，你爱我吗？咱甲讲，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我深深知影，你听我。今仔日咱的周报所用的金句，是耶稣伫最后一个伫世间的最后一个暗暝，伊所讲的一句话：我要爱你到底，我要听你到世间的落尾。耶稣讲：我既然听恁。我就要听恁到世间的落尾。所听的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领受主耶稣伫世间最后的一个时刻，伊伫马可伊的厝，伫马可楼，伫迄个所在甲因守圣餐。后来耶稣讲：我要来克西马尼园祈祷。伫最后的时刻，我甲你讲，我听恁。兄弟，你敢经验过耶稣的听？
如果你若伫教会内底出入，只有听到一个真严肃的话，看到一个真严肃的牧师，安尼太可惜。我的个性本身就是一个较严肃的人，歹亲近。亲爱的姊妹，请恁原谅我，我毋是一个真随和的人，兼在互恁感觉足严肃。但是愿上帝保满，伫即个严肃的读圣经的时刻，上帝以圣神将耶稣的疼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阿免嘛！愿天父上帝将这份疼放伫恁的内底。觉醒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圣神甲咱三合伫地。一个人若无圣神的帮助，人就无有迄个真正的智慧。英语叫做 idea， 圣神将迄个 idea 就是种的观念，就放伫咱的心内，咱就忽然感觉讲：哦，上帝，我遮含慢，但是为什么你将迄个阳光尊贵赏赐互我？我咧要这篇诗篇第8篇，毋是代表伫迄个旷野的时阵写出来。迄个时阵有一个感动，但是最后到伊做由以色列的国家的国王的时，伊才会发现讲：上帝，你为什么有一个草地囡仔，互一个孤样的囡仔，伊会当代替你来管理你的族群以色列人？为什么你将这个阳光尊贵做我的无啊？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读诗篇第8篇第5节。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圣神，互咱看到咱家己，因为上帝的圣神将一种的意念、一种的想法、一种的感情放伫咱的生命中。所以觉醒本身就是一种的智慧的改变，就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将这个觉醒放伫你的囡仔。咱的教会这礼拜有3天，对足细汉的国民学校的囡仔，一直到大学毕业出社会的元首，做伙读圣经，大哥哥、大姐姐带弟弟妹妹做伙祈祷。这个囡仔兼才似动非动，甚至有人竟然家伫牧师讲专讲的时阵，佮拄久。牧师甲伊即讲，莫甲伊吵，无啦，我无甲讲。兄弟姊妹，上帝允准咱用啥物种方法来参与？因为迄个参与就是咱生命的成长。所以伫今仔日个主题中间有3个祈祷。第一，圣神的帮助是觉醒的开始。圣神就亲像迄个灯，伊若甲拍开，伊就光。若无圣神，咱读无圣经。若无圣神，咱无法度明白咱人生的事。所以觉醒是圣神的工作。这个工作最重要，要互咱第一认捌上帝。咱若认捌上帝了后，咱就知影咱家己是啥种的人，咱的人生会怎样？兄弟姊妹，这3项代志真重要，放伫恁的祈祷中间，甲上帝讨。主要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讲你听我，你要享受我一种生命的新的觉醒。第一，我知影我需要圣神的帮助；第二，我需要认捌上帝。主啊，开我的目睭，互我捌你较深。阁有求天父上帝，互我亲像大笔，伊伫伊的感慨家己的渺小。主啊，我遮尔卑微，为什么你听我？伫咧感觉家己的存在时，伊就一种生命的价值甲意义产生。虽然经文代表是安尼讲，你将阳光尊贵做我的冕旒，其实迄是咧讲起人存在的价值甲伊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你若爱你的囡仔好，你爱为伊祈祷，求上帝互伊有智慧，不要做庸才，要做将才。我阁讲一解，庸庸碌碌的庸才。甲将才是不一样，将才就是因为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面，咱就顶天立地，抬头挺胸。像这你若爱你的囡仔好，将伊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亲自讲互伊听，你相信吗？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赏赐圣神，独只有圣神会通显明上帝一切稳重的奥妙。而且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讲，独只有圣神会通将上帝对创造世间以来所有一切伊的计划甲一切稳重的奥妙。这句话是第三所在后壁。伫这句话头前第2章第8节第9节，伊咧讲起神爱世，毋是神爱世，上帝为着伊所疼伊的人所有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想象袂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兄弟姊妹，你若相信上帝是一个耀华屹立的上帝，上帝伫咱的教会有备，伫你的家族有备，伫你的人生有备，伊搁落去。上帝有备什么？上帝为有备这个圣神，伊要将伊所有一切计划、计达、奥妙，让人来显明。当人看见显明这个奥妙的时候，他就参透了万事。参透这两个字，参透这两个字，那翻作英语就是 idea。上帝将这种的观念放伫人的心内。人就忽然明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这个听，亲像一支锁匙，迄个锁匙放伫咱的心内，伊拍开咱的心门，互咱伫伊的听的中间受启造，在爱中彼此建造，伫听的内底，咱的生命受改变。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第2个祈祷就是：主啊，求你用你的听来改变我的生命。我过去若是一个真自卑感的人，我过去若是一个真熬受伤的人，人凊彩讲一个小玩笑，我就挡袂掉，我可能就跋倒啊，还是讲我就自我贴标签，我就自我对号入座。咱莫做这种的人。愿天父上帝用这个听，互咱的生命长宽、关心、开阔。也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听放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咱读两段圣经，一段圣经是伫以弗所书第5章。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当通过这两段圣经，咱的生命得到改变。我倒来看这段圣经，我要用台语甲华语的翻译无共款，甲咱做解说。用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出来，汉文是安尼讲：伊讲世间人是心里你少年伊，你看，一个你的后边没有一个竟然吼。世间人的囝是算什么？你看过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殊，你阁想视伊阳光尊贵，随便流。然后在你会当想象，你甲上帝讨，主想视我一顶尊贵荣耀的帽子，主你想视。就是这种人存在的价值甲意念，伫我的心内。兄弟姊妹，这种的祈祷非常会当帮助咱长大人。因为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行为亲像囡仔。但是伫听的中间大汉的人，伊就要弃杀囡仔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看中文，伫这个所在，咱就会当看到这个竟然。这个字，人算什么？你竟然看过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看过伊。兄弟姊妹，竟然，咱每一礼拜哪有一种赞叹？就是讲每一个礼拜，咱有一个感动。这个赞叹就种哇！上帝，你伫这堂教会内底呢？我看唔知，竟然。兄弟姊妹，这个竟然这个字。伫原文伊的读音叫做 key， 原文读音叫做 KIY key， 但是英语有一种读音 key 叫做锁匙啦。但是希伯来语这个字是双关语，伊会当翻译做竟然，但是伊嘛会当翻译做实在。上帝看伊所创造的光是好。第一摆出现伫圣经中间这个竟然，就是伫创世纪第4章，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
圣经记载讲，上帝看这个光是好，在这个中间，伊这个翻译嘛无翻译出来，但是上帝看这个光实在真好。兄弟姊妹，这个起本身这个字有实在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看清家己有自卑感，你爱常常为家己祈祷。你讲上帝，我知影你看我实在最宝贝，或者你听有这个意思吗？如果你自我的图像，你对自我的肯定、甲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意义，并不是遐尼满足，你甲上帝讨讲，对打开始我的生命要加做一个宝贝，因为你看我实在真好。或者原牧师的解说会当感动你，对心内有一个较无讲。主啊，你竟然遮尔听我，那安尼我嘛要学习听我家己。主，你若竟然看我做宝贝，我就无爱清清在在过我的人生，是吗？上帝来看咱做宝贝，咱减糖过一天算一天，没有目标，无有一个喜乐，无有一个热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段圣经来引起咱欢喜祈祷，代表对心中安尼感慨讲：哇！上帝竟然听我，伊嘛会当翻译做上帝实在听我，因为起这个字本身就是属者，真正听我。愿今仔日咱作为敬拜这个看袂到的上帝，伊将伊的听，当看关心的听，通过圣神放伫恁的家庭的内底，祝福恁心内无搁再孤单。无搁再有感觉欠缺人的这种的听，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就是这种的经历，天天爱我，上帝你天天爱我。所以伫这种的情形的中间，约伯伫伊的约伯记内底有讲到这句话。约伯记伫伊的约伯记第8章中间，伊讲过：人算做什么？你竟然看伊最伟大。人是算做什么？你竟然将因放伫你的心内，这是不是代表约伯感受到，当伊荣华富贵，当伊一切拢无，当伊破病，当伊受到最苦难的折磨的时阵，伊对心来讲，上帝，你竟然将我放伫你的心内。所听的弟姊妹，伫圣经中间有真侪人，因拢感受到。上帝竟然听我这种的感觉，愿咱今仔日的礼拜大人囡仔，咱每一个人拢开始经历。咱来到教会，唔是要经历咱彼此的友情尔，因为咱若经历咱彼此的友情，伫咱的教会的生活中间，有时咱嘛会跋倒。你无爱甲我好，我无爱甲你好；你甲我歹，我无爱，我要甲你歹。但伫这个所在，咱无应该是用人的人际关系。来做咱出去伫这间教会中间的理由哪点？是毋是？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注重伊的听，充满伫咱中间，也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听虽然看袂到，但是感受会到。老人客来，老朋友来，因来进这间教会时，因就直接互上帝的听，充满伫因的中间。这就是拄则牧师甲恁解说“竟然”这个字，竟然这个字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时阵伊无翻译出来，所以要读这两个圣经无容易了解，爱用同理心去读这段话，因为伊常常这个字放伫判断看法的后壁，这个字无翻译出来，但是伊真正的意思就是上帝看咱实在真好。牧师用创世纪第1章第4节，圣经的第4句话：上帝看光实在真好。迄个实在无翻译出来，但是伊真正意思就是，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万物拢是好。所以恁对读创世纪，上帝创造万物的6日，既然是描写讲上帝创什么，逐项伫最后创造了后，拢会加这句话：上帝看伊是好。
所以，咱若肯定上帝看伊所创造是好，咱爱知影上帝创造咱的活命，创造咱的家庭，伊嘛看咱是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无论是伫雅各的身躯顶悬，伫摩西、约伯、大卫、保罗、约翰，咱能看到这种的觉醒，咱甲上帝讨讲，上帝伊有的，我嘛要有，公平吗？上帝啊，他有的我也要有。上帝，你给韩国教会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也要有。上帝，你给竹堂教会的祝福，让韩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带回到他们的教会。所以，爱弟姊妹，愿上帝将3000年前、4000年前、2000年前的祝福放在咱的中间。足水的一句话，这是以赛亚听到的。以赛亚听到上帝甲伊讲。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爱你。我看你为宝贝，我看你做尊贵，我听你。兄弟姊妹，把这句话背起来。常常伫暗时要困之前，甲家己讲：我是上帝所听的囝子，无可怀疑。哪怕我一事无成，哪怕我毋是一个过了人生真顺遂的人。哪怕我毋是伫我的人生中间是一个真请仰有社会地位的人，也真相信上帝看人毋是安尼看，看悬看低毋是。上帝看人就是你是我的囝子，所以你是宝贝。咱常常用这种的话安慰咱家己，鼓励咱家己，也活出。咱的天父上帝伊的荣光甲尊贵，或者基督徒就算做无讲话，嘛是基督徒。怎样讲？基督徒毋免讲话，你生活伫你的生活中间，你的朋友知影，这个人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是基督徒。这个人有小可无共款，因为伊内面有某一种的生命的能力、圣神的同在、上帝的同在。迄种的尊贵，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讨讲，主啊，用你的听充满我的家庭，用你的听充满一间教会，因为这是一件足要紧。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其实我真正想要甲恁讲一句话：耶稣爱你。这是我真诚的对心中想要甲咱讲。咱伫教会内底讲请安的话，毋是一个空洞的请安的话语，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祝福。也这愿上帝一听，甲咱撒甲伫地。这句话无简单哦，兄弟姊妹。当咱咧讲耶稣爱你的时候，咱会记得，耶稣爱我们，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安尼有简单无？当咱咧讲耶稣听你的时阵，亲像拄则这青年，因甲这个心，对不对 ？Yes or no? Broken yourself, right? 愿主耶稣甲咱三个伫地，听要亲像五底边两尾鱼，伊毋是一个真廉价的请安的话语。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参加做礼拜，咱所有每一个礼拜的阶段，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仪式，这个仪式背后，拢有咱信仰的态度。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耶稣讲：我相信，我相信。你相信上帝听你嘛？阿门。哦，我就爱这条歌，耶稣听你，咱莫讲啊。我想爱这条歌，这条歌安尼讲。我相信耶稣，伊是我的好朋友，伊放下家己，将永远的活命来献上。我相信天父，伊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自己款待我。我相信，圣神是我的安慰者，伊时时刻刻来同在，来看守。我相信，我的生命充满上帝美好的计划，伊的旨意上水，我要一生
把这条歌唤起你对神的也愿意感谢。主我相信，愿天要上帝在咱的生命，咱唱出着这个诗歌讲，我相信，我相信，信可以啦，这个相信。选择这条路是上好的道路，一生偏行无偏行，一生正直对主，伊的名内底行。我相信耶稣陪我，一路引带。主啊，咱三个弟弟，这是一种对心中的敬拜。这个相信是代表讲，主啊，我相信你将我的关怀亲的，是一个永远无价值的听。不是干那伫我的心思里面，是所有一种感情，被爱的感觉，愿上帝帮助咱一生常常回顾被爱的感觉，不是干那回顾咱婚姻的这种爱情，咱回顾伫古早咱第一日领洗礼。徛伫礼拜堂的台前，主耶稣我愿意的事，迄种的神圣的事件，耶稣要甲你讲，我听你，我要听你到永永远远。约翰福音13章第1节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讲，我听属伫我的人，我要听伊到永远。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伊的听的内底，咱甲主讲，主我知，你听我。主我知，你听我；主我嘛要听你，到我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的生命改变。你讲我无亏力，兄弟姊妹，若有听，咱就会改变。咱困难改变，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爱还不够。你看主特讲，主你若爱我真多一个，真正活出你的听的基督徒。主求你用你的听充满我的个性，耶稣的听无迄种袂当改变的事。愿主耶稣将伊长发关心的听，通过圣神，伊讲圣神将这个听灌压伫我的生命中，互我的生命得到伊的改变，是一个觉醒。也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伊的面前，咱用这句话做咱的祈祷。主求你用你的听来改变我基督徒的生命，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我的性情，各有就是我的能力。我不可能去爱那不可爱的人，但是我若知影，在我不可爱的时候，耶稣爱我。安尼我讲有啥物通计较？呀，这我们都爱我们可爱的人。但是当耶稣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计较吗？是不？现在有困难，免烦恼，你甲主祷告，主我愿意将我的心的宝座让互你坐，主我将我的心的宝座让互你坐，你拿来坐伫我的生命中，你用爱掌权，我的生命一定无同款。现在你愿意改变吗？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为咱的教会祈祷，为你的家庭祈祷，为你家己祈祷，让神的爱医治你的心。如果你过去那是一个真够受伤的人，你过去那是一个真够受气的人，你的情绪那是一个亲像咧透风台的情绪，你甲主祷讲，主求你用你的手，就是钉痕的手。花伫我的心内，你迄个顶十字架爱到无怨无悔迄种的听，那花伫我的心内，我的受伤就必得医治。我搁讲一摆，耶稣钉痕的手，那花伫咱的生命中，咱心内真多的自我伤害，主拢要甲咱医治。这是我深深相信。也伫今仔礼拜中间邀请兄弟姊妹，咱来享受一个受讨棒。受医治、受建设、受主的听来鼓励的基督徒，
耶稣听恁，咱同心来祈祷。主你今仔日的礼拜，阮要恳求主你，毋是干那将你的话讲互阮听，恳求你将你的听放伫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因的心内。主当阮讲耶稣听你的事，互阮真正是将这个满满的听，就是对阮内面耶稣的听所流出来这种的真实的感情。互耶稣的听流到逐所在，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将这个听放伫阮中间，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三角吟圣诗11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才记念吟全首。我情愿。
请坐奉献。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首先我们来欢迎韩国光圣教会牧师跟青年请师母为我们介绍好吗？好，咱来请咱家欢迎哈。宋牧师娘就是宋师母，就是韩国的教会在台中的宣教师他们来台湾的第一年，我就跟他们认识他们的教会也一直都关心着向日葵学院的孩子因为教会有一个家庭是在做韩国年糕的一个餐厅每一年都招待他的向日葵学院的孩子吃韩国的料理。我们很高兴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谢谢감사합니다。阁有一位是咱对高雄来甲咱做礼拜的詹建宏兄弟甲陈淑曼姐妹是咧，对，陈淑曼姐妹咱请伊，互咱欢迎伊，已经几啊摆伫咱中间啦，已经几啊摆
我会甲因介绍一个原因，是因应该是千丰遐的外公的款，是咱教会，但本来是毋伫遐叫外公，外祖吼，是咱教会第一个传道师，吼，真早期的短时间伫咱的教会，但是伊是千丰兄弟的外祖，头我毋知影，伊第一摆来咱教会做礼拜，伊嘛毋知这样代志，但是后来伊的阿伯倒来台湾的时阵，才甲伊讲因才知这样代志，真奇妙，上帝真的很奇妙吼，他的奇妙实在是超过时间跟空间，咱真欢喜因对各样已经应该几啊摆啦吼，伫咱的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好，敢有我介绍无对第一摆来咱教会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咱用这条诗歌，咱来互相祝福。咱嘛甲云端顶悬的兄弟姊妹请安吼。来，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咱，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当阮吟这诗歌的时阵，阮通过网络，会当甲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同齐敬拜你，也会当伫超过这个时间甲空间的束缚，阮会当将你的听来互相宣告，放伫阮每一个家庭的内底。主，当阮中间有人心内劳苦背重担，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听来透放阮。愿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心神跨路，愿主耶稣你的平安进入因的内底，你将你各我的关联甲平安放伫阮的中间。主耶稣，当阮唱出耶稣听阮的时阵，主啊，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是互你的听做固守，也你家己亲自用你的听来起造，互因的婚姻，互因的家庭的亲子关系，伫各方面，因的心身、肉体、灵魂。拢得到保障。主啊，你是阮所敬拜的上帝，愿你的听，当看关心通过圣神，就充满伫阮的中间。今仔日的礼拜是阮的一个信仰的告别讲，主啊，你竟然听阮，是，我要对你讲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圣神就进入阮中间，奉你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生日的人，今仔日拢无伫咱夫人敢有来，咱来请生日的人头前，咱做伙来祈祷吼。今天拜生日的人吼，你嘛过来啊？所以伫你的面前，为着夫人，为着父神来祈祷，为着所有生日的我哋兄弟姊妹，恳求你用你的油换你的头壳顶，我愿过来一年。主啊，你的油加着因生命的杯，互因赐予水稳定的滋味。主啊，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无论是建聪，无论是刘一成，阁有杨玉玲，阁有夫人，阁四个校长，阁阿秀甲陈江姐。主愿你的圣神甲因三甲地地，互因伫生日的时，因捧起因生命的杯，对主你来领受你的祝福。主互因领受你的油。就是稳定的记号，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互因过来即个一年的中间，每一天会当有智慧的心，通管理家己的生活。愿将伊交伫你的手，愿做你甲因三甲地地。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三百来看周报，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新春礼拜2月初10拜六9点半伫教堂；主日礼拜2月11 9点半伫教堂。祈祷会甲查经班暂停。圣港的雨师，下周新春诗会陈英宏长老，下主日张世昌执事，领诗陈忠胜长老，搁下主日陈英宏长老，司琴新春陈美秀执事，搁来是迄个下礼拜是刘一鸣兄弟，司宪。新春是钟宏仁甲冯娟，下礼拜是林安路陈美秀，爱餐后日一家一菜新春，后礼拜是陈美秀执事。新安宫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集体交通欢迎韩国光圣教会主日落师生前来甲咱亲睦礼拜。第二，这礼拜是除夕甲农历年，祝大家新春如意，新的一年诸运相随。第三，2月初10，新春礼拜9点半开始，欢迎大家同齐来为新年祈祷。如果想要参加新春礼拜后的爱餐，请恁预办一道菜，甲教会兄弟分享，分量大概是恁家己厝会咧食的分量。第四，生日的，请咱为以下生日的人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有出入早晚过节的人员欢迎。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请咱为以下的身体欠安的兄弟甲年长的长辈的健康祈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集得靠打牙。三甲来念圣诗511首。上行，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得避讳。